各位網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心靈雞湯之路加福音》研讀。我哋繼續思想路加福音嘅信息，我哋嚟到第73講啦。題目係叫做警醒等候。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第12章35節至到48節。我哋睇睇今日嘅筆記先。路加福音第73課，警醒等候。路加福音第12章35節至到48節。我哋知道聖經時常講到話耶穌基督會再嚟，喺唔少路加福音嘅記載裏邊，都叫我哋警醒等候呢個日子。喺路加福音12章35節至到48節，路加用咗三個比喻，教導我哋點樣去警醒等候。我哋就嚟睇一睇呢三個比喻係咩意思。第一個比喻叫做等候主回來，35至到38節，經文係咁講法：你們腰裏要束上帶，燈也要點着，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宴的筵席回來。他來到叩門，就立刻給他開門。主人來了，看見僕人警醒，那僕人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必叫他們坐席，自己束上帶，進前伺候他們。或是二更來，或是三更天來，看見僕人這樣，那僕人就有福了。路加用咗一個非常有趣嘅比喻，叫我哋好好預備主嘅再來。首先，你提出一個警告，佢話你們要束緊腰帶，燈也要點着。原來呢節聖經係引自出埃及記嘅故事。喺出埃及記第12章11節，聖經有咁講法：你們吃羊羔，當腰間束帶，腳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趕緊地吃，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。當以色列人喺埃及為奴嘅時候，神就差派摩西領佢哋離開為奴嘅埃及。摩西同埃及法老爭持，耶和華就警告嗰啲以色列人：你要好好預備，隨時要離開。一方面要宰殺羊羔，將血塗在門楣上，以致當耶和華嘅使者擊殺長子嘅時候，一見到個門楣有血就跳躍過嚟，所以就稱為逾越節啦 （Passover）。同時又要腰間束帶，着晒鞋，攞住手杖，隨時作預備，準備離開，唔致手足無措。至於燈亦都係點着呢一句呢，亦都係引自出埃及記12章42節啦。這夜是耶和華的夜，因耶和華帶領他們出了埃及。所以呢，原來耶穌所講呢一幅圖畫係一幅逃走嘅圖畫嚟嘅，係引自呢一個舊約嘅出埃及嘅故事。耶穌跟住就用另一幅圖畫啦，就係婚宴嘅圖畫嚟描繪主再來嘅重要性啦。聖經好喜歡用婚宴嚟描述彌賽亞嘅降臨。呢個比喻好明顯同十個童女嘅比喻有極大嘅關聯。十個童女嘅比喻係馬太福音第25章1至13節。不過我哋如果要明白耶穌所講咧，我哋首先要明白猶太人嘅婚禮係點樣樣嘅。當一對夫婦結婚，佢哋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擺酒，然後就去度蜜月。猶太人嘅婚宴咧好長，往往長到有啲達1個星期之久。當我哋着好衫，並且係着啲最靚嘅衫，好似王子同埋公主一樣去呢個婚宴啊，訪客絡繹不絕，所以冇人知道個主人幾時先完翻嚟屋企，但係佢哋就要常作預備啦。所有喺屋企嘅工人都要預備，可能佢係半夜三更翻嚟嘅。主人一嚟翻嚟嘅時候就敲門啦，僕人就要立即開門。所以38節就話俾你聽，或是二更，或是三更來到，呢個大概係指晚上10點至早上6點鐘嘅時間。
呢個正係瞓覺嘅時候。哦，如果嗰啲僕人瞓着咗，聽唔到門聲，冇警醒，呢個僕人就有禍啦。若佢哋警醒，主人一敲門，佢哋立即開門，而且一早就束上腰帶，隨時伺候。咁樣呢個僕人咧就有福啦。有啲咩福啊？主人會取代咗僕人嘅角色，束上腰為呢啲僕人伺候。呢個表明耶穌雖然為主啊，但甘心樂意作眾人嘅僕人伺候我哋。呢個係第一個比喻。我哋再嚟睇睇第二個比喻，好似拆泥一樣啊，就喺39節至41節。路加係咁寫法：家主若知道賊什麼時候來，就必警醒，不用賊挖透房屋。這是你們所知道的。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彼得說：主啊，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，還是為眾人呢？路加喺度咧特別提醒我哋有關時候嘅問題啦。其實喺第一個比喻裏邊都有提及時候嘅問題啊。第一個比喻講到或是2更，或是3更，啱啱都係瞓覺嘅時候，睡得甜，毫無警醒，主人回嚟都唔知道，錯過咗開門嘅機會，佢哋就有禍啦。第二個比喻咧，亦都係講到想不到的時候。賊人係喺我哋毫無預備情況之下下手嘅。點解耶穌竟然用賊嚟形容佢嘅再來呢？好似聽上嚟不大適當喎。其實喺新約聖經裏邊，唔單止耶穌啊，保羅、彼得同埋約翰都有用賊嚟咧係形容主耶穌喺度再嚟。因為呢一個嘅圖像，呢一個嘅比喻，就講明耶穌嚟嘅時候係不知不覺，毫無預備情況之下，好似賊人光顧一樣。同樣主耶穌都嚟到係喺想不到嘅時候忽然降臨。但係呢度有一個重要嘅原因，原來又係同猶太人出埃及有關嘅。出埃及記32章12節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將埃及人嘅財物奪去，佢臨走嘅時候要將埃及人嘅財物奪去，因為此舉就好似賊一樣啦。所以我哋可以咁樣講法，呢個比喻嘅背景啊，就好似上一個比喻一樣，係同出埃及係有關係嘅，有着出埃及嘅背景嘅。我哋特別要留意第40節啦，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點解耶穌稱自己做人子呢？人子呢個字咧係源於舊約嘅聖經嘅但以理書7章13節。人子就係個個要嚟審判世界嘅彌賽亞。耶穌第一次嚟係為我哋釘死喺十字架，成就救贖。佢生在馬槽裏，謙卑為人。但佢第二次嚟嘅時候，就以榮耀之王嘅姿態嚟執行審判。咁樣我哋就明白點解耶穌用賊嚟作一個比喻啦。因為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，神吩咐佢哋將埃及人嘅財物掠奪過嚟。因為呢啲本來就係以色列人嘅財物嚟嘅。如果你睇睇出埃及記第10章12節12節同埋35節同埋36節，你就會知道，原來埃及人將啲以色列人嘅血汗錢奪過嚟，辛苦賺嚟嘅被埃及人搶去，而家係歸還嘅時候啦。以色列人掠奪咗埃及人嘅財物，表面上好似賊，其實係公義嘅彰顯。而財物呢個字啊，希臘文係 kletes，正係有呢個咁樣嘅意思喺裏邊嘅。或者你會問啦，我已經信咗耶穌咯，有永生嘅確據喎，又何必需要咁樣去預備啫？或許嗰啲未信嘅人就需要預備，趁住耶穌未嚟嘅時候，嗱嗱聲信主，否則咧就太遲啦。但你睇睇41節啊，彼得問耶穌啊：主啊，這比喻是對我們說的呢，還是也對眾人呢？彼得所謂我們就只要信咗主嘅人啦，係有永生嘅確據啦。眾人就只要啲未信主嘅人啦，係冇永生嘅盼望啦。耶穌嚟就係審判嗰啲唔信嘅人嘛。我哋已經得救，呢個信息同我哋有咩關係啫？耶穌冇直接回答彼得嘅問題，
但從下一段睇咧，答案就顯而易見啦。對未信嘅人嚟講，預備嘅信息固然非常適切，但對信咗耶穌嘅人嚟講，預備亦都係一個非常適切嘅信息，因為我哋係管家嘅職分啊。主再嚟嘅時候，我哋要交賬啊，主要睇下我哋係咪一個忠心嘅管家。耶穌喺第三個比喻咧，就以管家嘅比喻嚟講明呢一個道理啦。咁我哋就睇睇第三個比喻，管家42節至48節。主說：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人，按時分糧給他們呢。主人來到，看見僕人這樣行，那僕人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僕人若心裏說：我的主人必來得遲，就動手打僕人和侍女，並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時辰，那僕人的主人要嚟重重處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人同罪。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卻不預備，又不順他的意思行，那僕人必多受責備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當受責備的事，必少受責備，因為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託誰，就向誰多要。嗱，彼得以為耶穌只係警告嗰啲未信主嘅人啦，叫你好好預備啊，因為主再嚟要審判啦，你唔係早啲信主嘅時候，你就錯過咗你機會啦。預備嘅功夫對嗰啲未信嘅人嚟講，的確非常適切，但對我哋信咗主嘅嚟講，係咪一樣咁重要咧？耶穌話一樣咁重要，因為我哋係管家，我哋唔係主人。主人回嚟嘅時候，我哋要向佢交賬。呢個所謂管家係指嗰啲辦理家務嘅管家。42節就話俾你聽，佢哋負責家務，按時分糧俾其他僕人。所以42節主說：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，按時分糧給其他僕人。一個忠心嘅管家知道佢只係一個僕人，唔係一個主人。佢要主人，要向主人負責任嘅。佢又有見識，知道主人嘅心意係咩，並按住佢嘅心意行。呢個就係管家嘅職分啦。耶穌喺度咧提到有三類型嘅管家。第一類咧就係忠心嘅管家。咩叫忠心咧？知道順服主人，佢只不過係一個僕人，唔係主人。又知道主人嘅意思，順佢而行，常作預備。主人翻嚟嘅時候就可以交賬。路加稱呢啲叫做忠心啊、警醒嘅管家。第二類咧就係嗰啲不忠心嘅管家。45節，那僕人若心裏說：我的主人必來得遲，就動手打僕人和侍女，並且吃喝醉酒。這些管家亦都係有出一個問題嘅出嚟啦。所以咧有個問題出嚟啦。呢個問題喺邊度？當正自己係主人咯。佢哋以為主人必會遲嚟啦，所以唔需要預備啦，更加動手打僕人同埋侍女啦。佢唔認識自己嘅身份，當正自己係主人，用武力嚟對付下屬，呢個就係藐視主人嘅權柄啦。佢又吃喝醉酒，唔把主人放在眼裏，置諸不理，更冇按時分糧俾其他人，以為主人唔會回來審判佢。47節，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卻不預備，又不順他意行，那僕人必受責備。嗱，我哋睇睇呢兩種不同嘅管家，會有兩種不同嘅結局。當主人再嚟嘅時候，忠心嘅管家就得到主人嘅稱許。43節稱佢為有福啦。44節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但那些不忠心嘅管家又點樣呢？46節就話重重嘅處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嘅人同罪。嗱，乜嘢叫做不忠心咧？希臘文咧係 apistos， 然後 apistos 就係解不信嘅人，係同一個字嚟嘅。不忠心、不信係同一個字嚟。佢哋嘅結局就好似啲不信嘅人一樣，必受責打，係一個相當嚴重嘅後果。
或者有人問啦，信咗主唔係一定得救咩？不忠心同埋不信主，原來喺希臘文係同一個字嚟嘅。啊，pistos，不忠心其實就係未信嘅，佢哋根本就係冇信耶穌，只係掛名嘅基督徒，有名無實嘅信徒。最後耶穌講咗一句非常精彩嘅話：住嗰啲唔知道而做咗當受責打嘅事咧，就要少受責打。多給誰就向誰多取，多託誰就向誰多要。呢個係咩意思咧？原來呢個係一句當時非常流行嘅話嚟嘅。呢度講出有兩大原則。如果你唔知道主人嘅意思，啊，又冇做佢期望你所做嘅，個責打咧就會較輕。如果聖經冇告訴你做門徒應該做啲乜嘢嘢，而你又冇去做咧，雖然仍然都係罪啊，但係責打係輕嘅。但係如果你係知道聖經明明所講而唔去做嘅咧，責打就大啦。與此關聯，另一個原則就咩咧？多給誰就向誰多取，多託誰就向誰多要。佢係回應彼得嘅問題：咩人先要預備咧？每一個人都要預備，特別係嗰啲多託嘅管家，所託若多，神嘅要求就更多。我諗到我哋今日喺美加嘅信徒係蒙福嘅一群，我哋有唔同嘅資源，有唔同嘅教導，又有自由，又有豐富嘅財物。神當然要求我哋更多啦。我哋嘅回應又點樣呢？都值得喺呢段聖經裏邊，我哋要思想幾個問題。耶穌用三個比喻嚟形容佢嘅再來，呢三個比喻有啲咩共同點咧？喺婚宴嘅比喻裏邊，你認識咗耶穌有幾多？點解耶穌用賊嚟嘅來臨形容佢嘅再來咧？呢個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咩關係咧？咩叫不忠心嘅管家啦？你係咪一個忠心嘅管家？你有冇好好預備？多給誰就向誰多取。神喺你身上有好多好多嘅恩典，你有冇諗過多給誰就向誰多取？就抑或我哋喺美加嘅地方，我哋完全忘記咗上帝俾我哋好豐富嘅恩典，以致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懶懶閒閒，完全冇顧及到神嘅事，亦都冇諗到主耶穌有一日會再嚟，我哋係要向佢交賬。好，我哋今日講到為止，下次再同大家繼續講路加福音嘅信息啦。拜拜。